您好，我是照顾您的护理师。你好，我是照顾你的护理师。你好，我是照顾你的护理师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请问您的名字是？请问你是乜嘅名？请问你是乜嘅名？张俊宏。张俊芬，张俊芬。请问您的出生年月日？请问你出世嘅年月日？请问你出世嘅年月日？民国79年2月30日。民国79年2月30日。民国79年2月30日。好，没问题。我帮您带个病人身份辨识手圈。好，冇问题。我留你带病人身份辨识嘅手环券。好，冇问题。我留你带病人身份辨识嘅手环券。先帮您测量生命征象，待会儿询问您的基本资料。先留你测量生命迹象，等下问你嘅基本资料。先留你测量生命迹象，等下问你嘅基本资料。来，我帮您量血压，帮您量个耳温。来，我留你量血压，留你量耳孔温。来，我留你量血压，留你量耳孔温。您的耳温是摄氏36度，没有发烧。你嘅耳孔温係攝氏36度，冇發燒。你嘅耳孔温係攝氏36度，冇發燒。收縮壓是116，舒張壓是76，正常。收縮壓係116，舒張壓係76，正常。收縮壓係116，舒張壓係76。正常。我简单帮您做病房环境介绍。我简单让你做病房环境紹介。我简单让你做病房环境紹介。这是呼叫铃，如果有事，请按这个红色按钮。底下很音量，係有事情，請勤力放射電腦。底下很音量，係有事情，請勤力放射電腦。您就可以与护理站直接对话了。你就做得到护理站直接講話。你就做得到護理站直接講話。那如果不小心壓到怎麼辦啊？那係唔拄好砸到按樣辦啊？那係唔拄好砸到按樣辦啊？沒關係，再跟我們說明就好。冇關係，張老愛就講就好。冇關係，張老愛就講就好。廁所裡也有一個呼叫鈴，偏數度沒有一隻很音量，偏數度沒有一隻很音量。如果在廁所發生狀況，您直接按鈴，我們就會過來了。那係在偏數發生事情，你直接勤量啊，我就會過來。那係在偏數發生事情，你直接勤量啊，我就會過來。好的，這邊是床頭燈和小夜燈。好，呢片係床頭燈、老小熱燈。好，呢片係床頭燈、老小熱燈。晚上時候可以使用。好，暗部時頭做得用。好，暗部時頭做得用。好。接着我需要做入院護理評估基本資料。接連我愛募入院護理評估基本資料。接連我愛募入院護理評估基本資料。請問您的最高學歷？大學。請問你嘅最高學歷？大學。請問你嘅最高學歷？大學。您結婚了嗎？是的。你結婚了係嗎？係。你結婚了係嗎？係。目前是自己一個人居住呢，還是和家人住在一起啊？你下
是自家一个人带，也是老屋下人穷下带。二下是自家一个人带，也是老屋下人穷下带。我和父母、太太住在一起。我老热愛培養大強下，我老熱愛培養大強下。平常有什么内科疾病史吗？有服用什么药物吗？平时是有乜嘅內科病切麼？有是乜嘅藥嘅麼？平時是有乜嘅內科病切麼？有是乜嘅藥嘅麼？譬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等等。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呢啲。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呢啲。都没有。好，请问您之前有住院记录吗？全冇，好，請問你以前有大院記錄嗎？全冇，好，請問你以前有大院記錄嗎？请问您是什么血型呢？請問係乜嘅血型？請問係乜嘅血型？没有住过院，我的血型是 O 型。冇大院過，我嘅血型係 O 型。冇大院過，我嘅血型係 O 型。另外，请问您的家人有没有内外科的疾病史啊？譬如糖尿病、高血压、心脏病。另外，請問你嘅屋下人是有內外科嘅病史嗎？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。另外，請問你嘅屋下人是有內外科嘅病史嗎？比如講糖尿病、高血壓、心臟病。我爸爸这边有高血压的疾病史。我爸呢篇家族是有人擔到高血壓嘅病史。我爸呢篇家族是有人擔到高血壓嘅病史。好，请问您会对吃药、打针或食物过敏吗？好，請問你對食肉、做啥，也係食物會過敏嗎？好，請問你對食肉、做啥，也係食物會過敏嗎？不会。人是否有做过手术呢？唔會，請問你頭擺是手術過嗎？唔會，請問你頭擺是手術過嗎？没有。平常有抽烟、喝酒或吃槟榔嗎？冇，平時有食飯、飲酒，也係食檳榔嗎？全部冇，冇，平時有食飯、飲酒，也係食檳榔嗎？全部冇。您这次住院的原因是？一禮拜大院嘅原因係乜嘅？一禮拜大院嘅原因係乜嘅？我开农业搬运车摔倒，压到脚。我是農業搬運車邊車跌到砸到腳。我是農業搬運車邊車跌到砸到腳。是脚哦。古人说人未老，腳先老。係腳哦，人忙碌，腳先老。係腳哦，人忙碌，腳先老。人老不會走，喝水都拿不到，腳要好好保養啊。人老唔會行，是背肺度提唔到，腳要好好保養啊。人老唔會行，是背肺度提唔到，腳要好好保養啊。谢谢啦。是夢啦，是夢啦。所以您就直接來急診室了。所以你就直接來急診室。所以你就直接來急診室。我太太送我过来的。我伴娘送我來嘅，我伴娘送我來嘅。確切日期是今天嗎？是的。考試嘅時間係今半日嗎？係，考試嘅時間係今半日嗎？係，
好，我看一下你受伤的地方。我量一下你戳上界位所，我量一下你戳上界位所。可以动吗？您的脚试着动动看。做得痛吗？你的脚去停动一下。做得痛吗？你的脚去停动一下。好，这个弹性绷带会不会太紧啊？好，你找弹性绑带会太狠吗？好，你找弹性绑带会太狠吗？不会，刚刚好。唔會，拄好，唔會，拄好。如果绷帶太緊，或是感覺不對，那是綁帶太狠，也是感覺唔好。那是綁帶太狠，也是感覺唔好。就和我們說，我們會幫您調整。就留我哋講，我哋會留你做調整。就留我哋講，我哋會留你做調整。請問您是他的太太嗎？是的。請問你係嫁不娘嗎？係。請問你係嫁不娘嗎？係。請在這張單子有注明打勾的地方簽名。請在呢張單呢有注明打勾嘅位所簽名。請在呢張單呢有注明打勾嘅位所簽名。請幫我留下您的電話，或是張先生本人的電話。請留下你嘅電話，也係張先生本人嘅電話。請留下你嘅電話，也係張先生本人嘅電話。這張是衛教記錄單。呢張係衛教記錄單。呢張係衛教記錄單。表示已經為你們說明疾病方面的衛教以及環境介紹。表示已經為你哋說明平切方面嘅衛教，還個環境紹介。表示已經為你哋說明平切方面嘅衛教，還個環境紹介。這裡請您幫我簽名。好的。李家偉請你留我簽名。好，李家偉請你留我簽名。好，護理師，謝謝你哦。不客氣。護理師是乜嘢？唔是客氣。護理師是乜嘢？唔是客氣。